好，再来讲无雨尔，即马呢第一波春雨就要到位啊！水利署是赶紧把握这个机会，伫咧桃园新竹甲苗栗的水库来做人工催雨。根据这监测，这3个月以来呢，西部对新竹到屏东，这落雨量是敢若应过降期的1成左右，农业用水即马是真红。暗时10:50，工作人员伫咧石门水库，甲人工增雨这个点落，希望伫今年头一波春雨来进前，先激出一寡雨。另外，伫咧保利水库嘛咧做人工激雨的作业。虽然石门水库的水量也阁活要8成，毋过保利水库却剩无到4成。面对3、4个月降雨恐惊是无遮尔乐观，水利署赶紧来发动。透过人工增雨的方式，激发云层里面的一些水分子，希望它多下一点雨在水库里面，争取更多保险的水就对了。没有错。今年早冬的稻啊，就要开始播啊，也毋过这3个月的雨确实落甲足少的。新竹苗栗敢若应过上时的10%，中部11%，南部14%。今年的水情恐惊是无介乐观。轮流灌溉已经开始实施了。我现在最吃紧的区域大概就是竹苗，然后再来是高雄。面对着这冬的水情无介乐观，农粮署讲，这回有吸收到6冬前迄摆的100年大可旱的经验，自旧年开始就咧做法度啊。若亲像修理水井、比塘欠水，这拢赶紧来做。估计今年是会有大规模的修建。所有的这些埤塘，那还有带状蓄水池，还有一些储水的空间把它尽量能够蓄满水，也盘点我们全国可以用的这个抗旱水井，做先前的这个检修的作业，在适当的时机就要上场救援。农粮署讲，若是同款的状况，伫咧应过恐惊就要修建啊！伫咧100年大可旱了后，政府并设修理水准、去调度的设备，按智慧的调控系统来应对天公伯的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